从目前嘅 X 光片来看，你直到该片骨头断节咧，安样会开刀哦？请问医生，系讲大石狗死呢？就单单大石狗比较起来，你开刀会风险多下降哦。过来我哋会会诊骨科改片，再过让你做进一步嘅解说。你最每摆食东西系几点？今日早晨8點。我建议你控督长来开刀，请你对了下开始唔好食东西。接下来我哋开刀之前会过做到基本嘅检查，請問開刀前會控毒幾久呢？至少會8點鐘叫。所以喊佢8點鐘叫，將做得開刀係麼？係啊，除了非常緊急嘅情況，一般我哋會建議控毒後開刀，因為有到病者喺麻醉過程中會嘔，咁樣會加嚴危險。對咧，請問手術過後完全恢復嘅機會有幾多呢？係講手術過程順利，身體嘅功能就做得恢復到當好，尤其像呢啲款嘅後生人，過後我哋會請骨科醫生強下來看診。會帶人幾多人呢？就呢啲種嘅情況，普通大人要3-5日就好咧。不過我會老你講嘅係，醫生唔過記錄人，讓病全靠慈容心哦。什麼意思？你好，我想讓你抽血檢查，喊個做提供啥哦。好，我這個讓你小肚，會有系統哦。好咧，係講喊有乜嘅問題，就得這個問醫生，也係辦理大人手術嘅單呢。請你到醫院門口嘅做手術櫃台辦理大人。什麼意？我倆下出去辦理大人。等你到大人手術辦好時，到當平方護理櫃台會通知我到，就做得同意上去平方小口休息一下。好，希望你到。